澳洲聯邦選舉咧就啱啱做完，點票咧就依家仲做緊嘅，仲有好多議席未定。咁啊，大家睇住啲票咧就有好多嘅變化啦。有啲人問我，點解有啲人會俾咗自己嘅選票人嘅咧？喺2022年我參加選舉嘅時候，當時亦都有個朋友做義工嘅，就成日話同我講，就係唔公平喎。咁所以我就諗，不如拍條片解釋俾大家聽啦。呢個其實同我哋獨特有嘅編號投票制度，或者係叫做優先投票制度有關嘅。喺澳洲聯邦選舉投票嘅時候，有投票嘅朋友都知㗎啦，就係根據自己嘅喜好，將所有嘅候選人由1排到最尾，而每一個格仔都要填滿㗎噃。如果你跳咗一個號碼，或者重複一個數字，又或者吉咗一個格仔咧，就唔好意思啦，你張票就會變成廢票。但呢個制度咧就唔係專登去整蠱人嘅，其實咁樣做係有背後嘅原因嘅。呢個制度嘅設計咧就係為咗尊重每一位選民嘅選擇。當你寫1喺一個候選人嘅旁邊，亦即係話我最支持呢一位。但如果你最中意嗰位得票唔夠咧，唔緊要，你張票唔會白費嘅，係會轉落到你排第2、排第3，直到有人得票過半。而家有好多選區都好接近，而最尾得返2個候選人嘅時候，其他人嘅編號票就會分咗俾佢哋。邊個攞到過半數咧，就贏啦。好似 Ryan 選區為例啊，係工黨同綠黨鬥得好激烈。最有趣嘅地方係，選綠黨嘅選民通常都會將工黨排喺自由黨嘅前邊，而選工黨嘅好多時又會將綠黨排喺自由黨嘅前邊。所以邊個排第3，佢嘅票就可能會幫另外一個追過自由黨，最終勝出。所以你下次投票嗰陣記住啦，你寫低每一個數字都有影響，就算你第一個選擇唔贏，你嘅數字都會影響到結果。你張票真係由頭計到落尾嘅。